歡迎收聽 H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慘劇：將軍澳彩明苑76歲婆婆獨居23年，屍體腐爛先俾人發現。將軍澳彩明苑又發生獨居長者孤獨死事件。9月25號下午，保安報警話有單位傳出惡臭，消防員到場破門，發現一名76歲姓鄺嘅婆婆已經倒斃喺客廳，屍體仲開始腐化，救護員到場證實死亡。警方調查後暫時無發現遺書，死因有待驗屍。街坊話，鄺婆婆2002年搬入黎彩貴閣，直情住咗超過20年，一直都係自己一個，從來冇親友上門。佢本身有個仔，但3年前移民去咗英國，之後就冇乜聯絡，等於斷晒音訊。平時見婆婆行得走得，仲成日落街去快餐店食嘢，冇乜大病。有街坊黎女士講，8月中仲見過婆婆，冇乜異樣，但去到8月底開始，單位傳出惡臭，成日聞到好似鹹魚味咁。佢話：我日日都聞到臭味，嗰10幾日返屋企落樓都要住鼻。佢仲試過投訴管理處，但職員竟然話聞唔到。另一位謝先生就話：9月初開門時仲同婆婆四目交投，不過覺得佢雙眼無神，瘦咗一半，似乎好唔掂。直至9月25號，臭味越嚟越勁，加埋見到走廊有追蟲，鄰居頂唔順，再報俾保安，最後先揭發婆婆已經離世。社區嘆息，孤獨死頻頻發生。事件傳出，街坊都好心酸。有老街坊直言，政府應該俾多啲資源照顧老人家，否則走咗都冇人知。仲有人批評啲後生仔女走晒出國，剩低老人家孤零零一個。其實近幾個月已經唔止一單。5月葵涌石梨一村，一個83歲嘅邱伯獨居25年，直到屍骸化骨先俾人發現。8月葵盛東村77歲袁婆婆一樣獨居，死咗好耐冇人知，最後變成白骨。一單又一單孤獨死，反映香港老齡化問題越嚟越嚴重，長者支援真係迫切要加強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。多謝收聽。